市长王伟特表示，大甲里长期以来无一个完善的场地，提供民众办理集会、课程、联谊交流等活动的场所。经由考核省里长以及多位议员共同努力争取，特别选定伫咧中正西路360项这地限制空地作为新建基地，不仅会当活化公有土地，嘛会当满足在地民众的需求。我们的里长还有包括里民，大家的殷期盼。那既然动工了，就要好好来做。我们希望说，大家共同来督工啊，共同来监工。希望我们大甲里活动中心能够如期如职完工。总共这个花了3300多万哦，基本上都是地方的款，中央只补助一个基本上的，好像400万的吧哈。那所以说我们其他的2900万都是地方款。我们希望这个部分能够提供大甲里的里民朋友们一个好的休闲环境，一个好的办活动的地方，一个好的学习知识的地方哈。我们希望这个里活动中心能够发挥多元的功能，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大甲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会当正式动土，区长黄淑美表示，非常感谢市长的大力支持，以及真侪议员斗相共争取，工程才有法度顺利来进行。非常感谢着咱的市长吼，甲咱大力支持啦吼。咱的大甲里活动中心由着咱的大甲里，咱的核心力量这边起义，感谢着郭议员这边甲咱斗相共提案啦吼。嘛真感谢着咱的宋营议员，伫咱的议会甲咱斗相共支持咱这增加800万吼。那当然也感谢我们的佑仁议员跟嘉兴议员宇环议员这边。在我们议会的一个预算支持上面，帮我们做加持吼。大甲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案，总楼地板面积为569.7平方公尺，地内政部补助400万，以及台南市政府补助3371万的经费之下，将会伫今年顺利发包，并准备动土兴建，预计伫咧113年3月完工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